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0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9节、9节、6节。以赛亚书47章第1节到第9节。启示录17章第1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审判。什么人会受到上帝审判？前无偌久讲到这个财主甲列撒罗的故事。迄一位不有却无有疼心的财主，死了后到伫水深火热的阴间。迄是因为伊一世人无听先知的话，无遵趁主的诫命，所作所为违反着上帝的律例，所以伊只有会当落地狱。面对审判，因拜偶像伫信心边缘行奸淫，上帝不但要处罚以色列人，嘛要处罚巴比伦以及加勒底人。以赛亚书47章第1节到第9节，在昔日巴比伦坐落来，踮伫土坟；少女加勒底对宝座落来，坐踮土骹。无人会阁讲你温柔，还是幼秀。天会照无抹面粉，面拍剃掉，裙扭起来，露出大腿，撩过去。人会看到你赤身裸体，你的见笑会显露。我要报复，一个拢袂放伊煞。阮的救赎主是以色列先生的上帝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少女加勒底啊，入去黑暗的所在，恬恬地坐。你袂阁起来，互人称作列国的女王。我对我的子民发受气，互家己的产业受凌辱，甲因交伫你的手中。你无对因施怜悯，甚至用真重的车互老人爱。你捌讲我要永远做女王，所以无甲这个代志放伫心内。搁互老人爱，你捌讲我要永远做女王。但这个你爱宴乐安稳坐伫宝座顶的人，着注意听，你家己心内想讲，只有我以外无有别个。我绝对袂变做寡妇，袂经验丧失囝儿的苦痛。毋久，第一日来。10000年久，这两项代志拢要发生伫你的身上。死囝甲酒馆做一个到，无论你行偌济邪术，念偌济符咒，拢无彩工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讲着，因将要同时拄着丧失囝甲这个酒馆的情景。会通想讲，这是上帝大受气，将来要临到伫这不忠的人的身上的意思。约翰伫启示录提到着大淫妇巴比伦，事实上，这就是指着当时东正的罗马政府。亲像上帝请着先知预言共款。东正不义的罗马统治者，伊会要报。启示录17章第1节到18节，安尼讲。遐个提7块碗的7个青赛，一个来甲我讲话讲，来，我要互你看坐伫河流顶面迄个大淫妇所受到的审判。地上的君王捌甲伊行奸淫。地上的子民嘛捌啉伊淫乱的酒，啉甲酒醉。
我受圣神感动，互天使带去旷野。我看见一个妇人人坐伫一只朱红色，佮充满亵渎名号的兽顶面。这只兽有7个头，10支角。这个妇人人穿紫色佮朱红色的衫，用金宝石佮珍珠装头，手提金杯，斟满可恶的蜜佮淫乱的有话。伊的头遐有写一个名，有文墨的意思，就是大巴比伦地上淫妇甲可恶的蜜的老母。我看见迄个妇人人啉圣道的血，甲为着耶稣做见证顺着这的血，啉甲醉。我看到伊的时大着惊，天使就甲我讲是安怎我着惊。我要将这个妇人人甲伊所骑迄只有7个头、10支角的兽的秘密讲互你听。你所看到迄只兽，过去有，现在无，特别搁对无底深坑扛起来，最后要无。地上的子民对创世以来，因的名无记伫活命册内面。看到迄只兽会着惊奇怪。因为迄只兽过去有，现在无，后来会搁出现。这个代志着用智慧来理解。迄7个头就是妇人人所坐的这座山，因嘛是7个王，其中5个已经倒落去，一个还伫地，另外一个还未来。若是伊一定暂时留地尔点。过去有，现在无，迄只兽就是第8个王，是7个王中间的一个，伊嘛会要无。你所看到10支角，就是迄10个还毋捌统治的王，毋过伊会得到权做王，甲兽做伙统治1点钟久。这10个王同意将因的能力甲权柄交互迄只兽。因甲羊羔交战，毋过羊羔会刣赢这个王，因为伊是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甲伊做伙遐个兽号条手，竞选中10个人嘛会得胜。天使甲我讲，你所看到迄个淫妇坐伫的河流，就是逐个民族、逐个族群、逐个邦国，甲讲逐款语言的人。你所看到迄10支角，甲迄只兽怨恨迄个淫妇，嘛会互伊无意外赤身裸体，因会吞食伊的肉，佮用火甲伊烧灭。因为上帝将执行伊的旨意的意念下伫迄10个王的心，互因当心将因的国交互迄只兽，直到上帝的话应验。你所看到迄个妇人人，就是在掌管地上遐个君王迄座大城。上帝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伊将要审判以色列人，因为因违背上帝的旨意。上帝嘛要审判巴比伦，处罚罗马帝国，因为因无接受上帝，嘛虐待其他族裔，素行不良。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，你找上主做避难所，用至高上帝做徛起的所在。灾害袂临到你，瘟疫嘛袂困扰你的布片，因为你要为着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，伫你所行一切路保护你。因要用手扶持你，互你的骹袂得着折。你要用骹斩狮甲毒蛇，吞大明狮甲大尾蛇。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伊求叫我，我要应伊；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。我要解救伊，互伊有尊严。我要使伊当岁寿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主是咱的避难所，嘛求主帮助阮会当正直，跟对主的改变，
愿阮所行，望主欢喜。面对审判，会当坦然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